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News 100，我係今日嘅主播 Stella。先講講今日嘅新聞提要：戶戶酒送走香港市場，Foodpanda 涉少接手，詳情係點樣？小米 SU7 Ultra 深夜狂飆，17秒破咗300公里，引起警方行動，詳情係點樣呢？美烏沙特會談前夕，特朗普嘅如意算盤打唔打得響？一陣同大家分享。印度航空鬧似風雲，300名乘客嘅尷尬折返，發生咩事？收睇之前一定要訂閱、讚好、分享俾更加多人知道啦！先同大家睇睇本地新聞。話說，香港人熟悉嘅外賣平台戶戶送 Deliveroo 10號正式宣布準備送走香港市場，平台運行到4月7號，然後就 say bye bye 啦。呢一個消息一出，真係令唔少懶得煮飯嘅朋友心碎。畢竟少咗一個選擇，煩惱今晚食乜嘢又多咗一層嘅難度。不過 Foodpanda 就趁機出手接管部分嘅資產同業務，仲大派福利，話戶送嘅會員可以領取6個月免費嘅 Foodpanda 會籍。呢一個招數真係夠高，簡直係用得開心又慳錢。唔知戶送嘅會員會唔會即刻變心呢？根據戶送嘅官方說法，佢哋撤出香港市場嘅原因係香港市場特有嘅多項因素。聽落好似好高深，其實簡單啲嚟講就係賺唔到錢，競爭又大。董事局研究咗多個策略性方案，但最後發現繼續經營會對股東唔係咁有利，所以決定收工。話說，原嚟香港市場淨係佔咗集團全球總交易額嘅5%，仲對國際市場有5%嘅負面影響。再加上經調整後嘅盈利率仍然係負數，咁睇嚟真係唔太掂。戶送嘅首席營運官 Eric French 仲發表感言，感謝過去9年支持佢哋嘅員工、顧客、外送專員同合作夥伴。不過聽到呢一句嘅時候，令到 Stella 嘅腦海浮現嘅畫面係外賣員喺暴雨中送餐，而食物仲要係已翻車嘅狀態。不過無論如何，感謝一路走來嘅努力啦。Stella 淨係想講，戶送雖然要敗筆，但係香港人對於外賣平台嘅服務要求一樣快、靚、正。無論你係轉投 Foodpanda 陣營，定係改用其他平台，相信大家總會揾到心頭好。下一則消息，最近小米推出嘅新電動車 SU7 Ultra 成為咗街知巷聞嘅話題。原因唔係因為佢有幾靚，而係有人竟然用咗17秒就將佢狂飆到時速300公里。呢一段神操作嘅影片喺網上瘋傳，結果唔單止吸引咗網民嘅目光，連公安都忍唔住出嚟。事情發生喺山東嘅深夜，有位勇士開住 SU7 Ultra 試車，仲拍低咗佢將車由靜止加速到300公里嘅全過程。影片一出，網民紛紛表示呢位兄弟真係唔怕死。但係有啲熱心嘅市民就冇咁幽默啦，即刻向公安舉報，話有人喺城區嘅道路上嚴重超速。公安出手嘅速度比 SU7 Ultra 加速仲要快。呢個影片發布4個鐘頭之後，就已經成功拘捕涉事嘅男子李某某。警方表示，呢一啲危害公眾安全嘅行為，我哋係絕對唔會姑息嘅。而家案件仲要係調查之中，但李某某應該已經後悔，想穿越時空返去阻止自己。講返 SU7 Ultra 呢部車，小米官方其實一早有提醒，呢一架車擁有1548匹嘅馬力，唔係一般人可以駕駛嘅野獸。官方仲設計咗一個新手保護模式。當車輛總行駛里程未達到300公里之前，最高嘅時速會被限制咗係140公里，仲禁用咗啲高階嘅功能，例如 Boost 模式、彈性模式同賽道大師模式。不過要解鎖高階嘅功能都唔係咁簡單，車主行滿300公里之後，仲要完成一個駕駛安全注意事項嘅學習課程，通過駕駛安全測試先得。測試嘅結果仲會同車主嘅帳號綁定，真係一啲都唔係講笑。網民睇完新聞之後紛紛留言：呢一位兄弟係咪連140公里嘅限制都破解埋？小米官方可能要考慮推出一個違規飆車後果模擬器，俾大家睇睇坐監有幾咁辛苦。亦都有人幽默表示：小米嘅車真係快過公安，但公安永遠快過你。開車唔好亂玩，尤其係喺城區嘅道路上飆車。唔單止害己害人，仲可能會被公安拉去學習人生。希望大家記住一句説話：安全第一。下一則國際新聞，美國同烏克蘭嘅沙特會談即將登場。呢
呢一場戲碼可以話係國際版嘅權力遊戲。喺呢一個人人都想搶鐵礦寶座嘅局面上，美國總統特朗普又一次成為咗焦點人物，帶住佢一貫嘅特朗普式幽默，為呢一場外交嘅大戲添上幾分戲劇性。特朗普最近喺空軍1號上豪氣咁宣布，美國好快會恢復向烏克蘭分享情報，但唔好急住拍手掌。據 NBC 爆料，特朗普私底下對幕僚話：情報分享可以，但澤連斯基一定要先俾我2個小小嘅承諾，割地俾俄羅斯，仲有辭職。呢一個要求聽起身好似係買1送1嘅超值套餐，只不過對澤連斯基嚟講，呢一個套餐有啲難啃。更妙嘅係，特朗普仲希望烏克蘭簽署一份礦產協議，俾美國分一杯羹。睇嚟呢一位總統唔單止係政治高手，仲要係一個生意精，連戰爭中嘅礦產資源都唔放過。難怪有人話特朗普嘅外交政策簡直似係喺度拍《華爾街之狼》嘅續集。與此同時，美國國會嘅共和黨人都好唔得閒，佢哋正全力施壓白宮，希望重啟對烏克蘭嘅軍事援助同埋情報共享。但白宮嘅節奏似乎有啲慢，2名官員透露，最快要下個星期先可以恢復。而喺呢個重要節點上，美國甚至停止咗對烏克蘭 F-16戰機嘅後勤維護。呢個就好比你邀請朋友打麻雀，但突然間話唔好意思，麻雀牌可收起身先。不過特朗普對於即將喺沙特舉行嘅會談仲係充滿信心。佢表示：我希望呢一個星期可以喺停火方面取得進展。佢仲補充話，美烏雙方喺沙特應該會有個好結果，只不過呢一個好結果究竟係乜嘢，我哋一齊拭目以待。呢一場國際大戲充滿咗反轉同埋懸念，特朗普嘅劇本更加令人估唔到。但無論如何，我哋都一齊期待下沙特會談可以帶嚟一啲和平嘅曙光啦。畢竟國際政治雖然係一場鬧劇，但和平始終係大家最想見到嘅大結局。下一則消息，印度航空最近上演咗一場堪比飛天馬桶危機嘅鬧劇，令人哭笑不得。一架編號 AI126嘅航空原定由美國芝加哥飛往印度德里，結果飛到格陵蘭上空嘅時候，機上12個廁所竟然有11個塞咗。全機大約300名旅客，淨係剩返商務艙1個馬桶可以用。想像一下畫面就已經足夠窒息。呢一班飛機喺空中掙扎咗5個鐘頭之後，最終無奈折返芝加哥歐海爾國際機場。乘客們白白坐咗10個鐘頭飛機，最後又返到原點。呢一個旅程可謂係原地打轉嘅最佳範例。印度航空事後發表聲明，話呢個係技術問題，並且為乘客安排咗住宿同埋後續嘅航班，仲承諾會提供退款。不過呢一啲補償顯然冇辦法平息乘客嘅怒火。其中1名旅客嘅經歷可以話係悲慘中嘅悲慘。佢用 Life Miles 嘅積分為親人訂購咗去印度參加婚禮嘅頭等艙機票，結果依家唔單止婚禮趕唔上，仲要面對多家航空公司嘅退款同改票問題。佢形容呢一場經歷係客服地獄，聽起身比塞咗嘅廁所仲要令人窒息。航班追蹤網站 FlyAware 嘅數據顯示，呢一架飛機當時正飛往格陵蘭嘅上空。試想一下，喺飛行高度3萬尺嘅冰天雪地之上，全機乘客排隊等一個馬桶嘅情景，簡直係人類耐力嘅極限挑戰。有人可以諗到，商務艙嗰個唯一嘅洗手間呢，係咪至少仲乾淨？答案不得而知，但可以確定嘅係，當300人輪流使用嘅時候，佢好快就會失去高級感。雖然印度航空表示已經盡力將不便降到最低，但係今次事件無疑成為咗航空業嘅一大笑話。或者以後航空公司應該考慮喺機上配置一啲臨時應急廁所，例如摺疊式嘅馬桶。畢竟冇人想再經歷一次空中馬桶大逃亡啦。今次嘅事件提醒我哋，飛行途中除咗安全之外，廁所嘅暢通亦都係一件生死攸關嘅大事。希望印度航空可以由今次嘅教訓之中學到啲乜嘢，唔係嘅話，下次乘客可能真係要帶自己嘅便攜式廁所上飛機啦。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。如果大家鍾意我哋嘅影片，請訂閱、讚好我哋嘅頻道，就可以收到我哋影片嘅通知。多謝你嘅收睇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